欢迎收看《台语真认同，愈讲愈认同》。大家好，关闭的。大家好，我是云酸。过来到我最介意的一个单元啊，这季吼的动画吼，咱要来介绍4部。第一部就是《叽叽哈哈》，这就是咧讲一个动画叫做《Spy Family》。故事当中的这个主角就是这个安妮啊，啊，你敢毋是要学伊的表情，互大家看卖咧？观众朋友在讲有神哈，你看那道电视片已经看袂落啊。2 seconds later， 其实这个 Spy Family 啊，因这规口罩就特别的，包括讲这个你模仿的这个安妮啊，伊的爸爸其实是一个间谍，伊叫做洪昏，然后伊的妈妈是一个职业杀手睡美人，而且包括讲安妮啊，伊嘛有一个特别的身份，这3个人啊，伊毋但是对外对内。伫家庭内底，搁互相温暖身份。因为其实吼，你看到讲到安妮啊吼，伊是一个超能力者，伊会晓超能力，伊会晓读心，所以吼，因爸仔母咧想啥，伊完全拢知影。而且啊，这个故事当中，伊的爸爸啊，就是为着要爱执行一个特殊的任务，所以伊才去领养这个安妮啊，都要透过这个安妮啊，入去这个贵族学校去熟悉伊的同学达米安。伊的爸爸叫做唐纳文，就是要阻挡伊来破坏世界的和平。因为迄个世界吼，就是东国。搁西国，东国搁西国吼，本来是和平做伙，也毋过吼，因迄个安妮亚同学的爸爸，伊是一破坏两国和平的一个人。所以吼，内底上好爽的就是讲吼，有当时啊，安妮亚的爸爸，伊伫心内想一寡做恐怖的代志，因妈妈伫咧心内讲，伊是一个杀手，想要去杀倒一个人孙。安妮亚伊拢知影，透过安妮亚的表情做一寡好笑亏的代志。所以来咧，要讲这个放假，我先来唱一条歌，讲一支棒棒，会想做大家都唱过安尼哈。讲啊，一支棒棒，好啊，先安尼就好啊，咱真正袂晓跳。咱较多笑的这个一段吼，一句吼，就是派对卡孔明，伊的主题叫孔明，伊本来是三国时代的一个军师嘛，伊伫五中原战争内底过身了后，开始转世到日本的东京，拄好拄着万圣节，所以大家就想讲，伊敢是咧 cosplay。这时候孔明吼，伊伫路顶拄着一个唱歌超好听的歌手，伊叫做我见英子，唱歌的声音吼，伊感动着孔明，孔明就决定吼，伊要帮伊变成一个世界出名的歌手，要做伊的经纪人就对啦。啊，开始吼用伊的计谋帮助伊吼去变一个足出名的歌手。其实有一寡人啊，因为咧研究这个演艺故事啊，演艺故事啦，因就讲其实相传这个孔明伊的太太啊，就叫做恩月英，所以就有人讲伊的名是对孔明相传的这个太太名演变过来的。是，除了安尼了后，其实这个动画内底哦，足侪元素，拢是为三国时代名来的。像迄动画内底吼，佫有一个叫做赤兔马。迄个毋是迄关羽咧骑迄只？对，迄只马。那介意三国的吼，你嘛当去看一下这个动画，真正是足好看的。接下来要讲的第3部，就是一个悬疑的故事，叫做《夏日重现》。我嚟讲，因为这个男主角吼，伊叫做新平。新平。好知影。内底查某囡仔安尼个叫，本地伊是住伫一个日本的一个小岛，结果伊去较繁华的所在发展，住几冬了后，想伊要迄个故事是讲伊坐船要倒来迄个岛内底，伊的故乡参加伊细汉到大汉的青梅竹马武士哦，伊的丧礼。啊，因的故乡吼是伫日本的一个和歌山县一个岛叫做日都岛，日本无真正有这个所在，伊其实内底人口然后有700个人。不过你头拄仔讲到，伊登去迄个岛是要参加伊的朋友的丧礼，啊是安怎？伊的朋友遐尼少年都过身啊？这来讲到吼，因原本迄个岛内底吼有一个传说，因遐个人吼传说讲吼，因遐有一个病叫做乌影病。这乌影病呢，你会看到跟你一模一样的人，到最后你就会过身去。有时哦，伊就是看到跟你一模一样的人出现，啊，伊就总过身去。所以意思就是亲像讲，我看到一个甲我相像的人出现伫我的面头前，我就会直接互伊抬死就对啊。是，所以吼，其实吼，故事发展甲即马做的，伊就发现讲，乌影病其实吼是一个足奇怪的现象。有影，伊会变成人，啊，伊变成你这个人了，伊就过去甲你抬死，到最后全岛的人全部拢会死去。所以吼，伊为着要解决这个现象，
这个男主角吼，伊就有一个足重要的能力轮回，就是讲吼，我即摆甲你踩死，你可会搁倒来遮录影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台剧节目。 2 seconds later. 伊互影抬死了后，伊搁会倒去另外一个时间点，带着伊的记忆，所以伊知影这个时阵会发生什么代志，所以伊会当一件一件慢慢去解决。即马要来甲大家讲一出较深色的放假，爱册的人向前拼，其实就甲我本人同款啦。我平常时拢足爱读册。毋是，咱来先讲一下伊的华语名，叫做小苏轼的下课上，忽略你较早讲的遐个话，好无？这袂使假掉哦。这个故事的主角啊，伊就是一个真介意读册的人。是，所以因为吼，伊介意看册，常常有一天看到身体完全无力，就安尼甲过身去。所以你讲这件代志，就是咧甲观众朋友讲，平常时毋好伤爱读册。毋是，你看册爱有站站。啊，伊想要到吼过身了后，到最后伊搁到另外一个异世界，变成一个误会一个小查囡仔。满意这个囡仔吼，因为原本的世界内底有知识，所以伊甲这个知识吼带去异世界，所以就变成一个知影足侪代志的人，去一个无啥物发达的异世界。所以满意吼，伊活到7岁的时阵，伊去发生一件代志，因为吼伊内底的人就发现讲吼，伊有一足大的魔力，伊就互带去一个新店，新店内底就有一个新馆长，伊就希望马英会当伫咧新店内底做一个见习舞女。伊为虾米迄个马英伊会答应要去内底做一个见习舞女咧？伊内底吼有图书馆，图书馆内底足侪册，上重要的就是讲吼，伊伫原本世界的迄个知识，后来异世界，然后慢慢去发展内底，譬如讲吼做纸啊，迄时阵吼因迄纸吼做拢是人工，所以吼册伫迄个异世界内底算是一个足珍贵的物件。啊，伊这个动画吼已经做到第3季啊。若是有看过的观众朋友嘛，会使伫下骹留话，甲阮分享恁的想法。是啊，后回这个时间继续看第一集电档，拜拜。